過來是國民黨甲民眾黨合作，佇個嘉義市推出着市長的人選了後，今仔日是針對着宜蘭縣展開黨對黨的工作會議。外界關心是毋是會採取着全民調的方式來進行？代表國民黨的吳宗憲講會尊重黨中央的決策。啊，那民眾黨的參選人陳婉慧講細節，大家會來討論。稍微說明一下藍白合稍後的進行就看黨中央決策就好。卡布掛紅對單台討論的項目正保密，南北合召開宜蘭縣黨對黨的工作會議，代表國民黨出戰縣長的立委吳宗憲甲副秘書長李德華、前副縣長林建陽等人出席。民眾黨是黨籍的縣長參選人陳婉慧，甲民眾黨中評會主委李偉華以及黨秘書長周如修等，針對選情的整合達成共識。黨對黨第一次再坐下來，大家一起談。那我想，我們上次有那個嘉義市大家共同合作產生人選的這個經驗哦，那我想今天應該都會很順利。戰將那邊達成初步協議，將會採取先提名後整合，共同推舉一個人的方式進行縣市長的合作，原則上以民調當作決策的參考。希望採用全民調的方式。我們看黨中央怎麼決定。我想就是等一下現場大家來做討論。我是有預計在4月24號的時候會辦一場這個廟口開講，那等一下我可能也會跟中間提出來，就是邀請他一起來參加。強調無論是上出線，也會推出共同的政見。顛倒是民進黨宜蘭縣長參選人林國忠緊接的走基層，和宜蘭市長參選人韓盈合體爭取支持。即擺要參選宜蘭市的市長，韓盈是宜蘭的查某囝，即擺要轉來為家鄉來服務，來希望大家來支持。小解家己是宜蘭查某囝，新生代韓盈和選民博感情，對市長到縣長參選人聯手熱空戰。2026地方選舉，各陣營積極備戰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